但报最近受西南风影响，日头在落大雨，高雄山区南海公路梅兰明磅坑附近，规个山坪崩落来。那屏东的邦寮新农村有雷公去卡到电火条啊，造成500户失电。第26线的车路冒积水，伫那边嘉东邦寮西仔乡，雨势落甲积水，烂土拢冲入去人家厝。天哪！大粒石头连落来发出真大声，互看到民众惊甲叽叽叫。高雄山区南怀公路梅兰明磅坑附近，车北早起10点，土石大片崩落，把管制通行。下到3点左右，路石程度恢复正常。那伫明北科路桥更变桥长期毁损了后，对外交通中断的桃园区3里里民，油工厂人员警戒，开放人员用行出入。在里面受困这个3天以来终于可以出来了。那我们也有准备接驳的我们高雄客运。西南风带来的第二是公港雨，也互屏东带来灾害。淹水喽！雨刷水继续为排水孔喷出来，往地窟流，互西仔乡枫林村北少大路变水路，土刷水也直接流入民家。水有很大吗？很大啊，大到这样流下来，又流到我们家，我们客厅全部都进水了。南侧村也因为雨量伤大，几啊粒大石头连向当地3条道路阻断交通。南侧大楼头前也因为出现小型土石流，车辆无法度通行。第26线也有路段的水未好消耗，驾驶愈开愈紧张。邦寮乡新农村除了积水，也有电火条啊，互雷击，要造成500户停电。那个里面电线已经断了。是被雷击吗？他刚说有打雷啊。台电派员抢修1点钟左右复电，虽然车北下到4点气象局解除全台变雨特报，不过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犹原有局部较大雨势几率，民众也是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